Mini Vlog 第6集，今日係一個普通嘅星期五，一朝早準備小朋友返學嘅嘢，早餐 snack box、lunch box。今日嘅 lunch 係冷便當，所以唔使叮翻熱，放咗啲冷凍包入去保溫。snack 繼續係水果配餅乾，今日一個食蘋果，一個食金奇異果。出門口返學啦，永遠都係最後一刻先出門。呢排天雨路滑啦，大家揸車要小心。然後頭也不回咁走咗嚕。送完佢哋返學，我出咗去食早餐。今日唔使出去做運動，所以留喺屋企做家務。做下鄰居送咗啲自己種嘅荔枝過嚟 ，feel 翻啲米入米缸先，吸下塵淋下花，都係做啲基本嘢。搞掂之後就攤翻上床瞌一陣，跟住就夠鐘出去接放學啦。大少喺學校寫父親節卡俾公公，呢個有吉屎，我中意。嗱嗱聲翻屋企食少少嘢，就再出發去上攀石堂。難得可以同時放低2個上興趣班啊！繼續放電啦，唔好俾佢停。夜晚返咗公公婆婆屋企食飯 ，Happy Friday 耶！跟住嗌咗糖水外賣，每次我都會掙扎應該嗌椰皇系列定係芒果系列，2款我都勁中意。之後返到屋企佢就秒睡咗嚕，一日結束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